Daily Sales Insight。以下8個方法可以幫你培養幽默感，令你變得更有趣。1. 保持好奇心，主動去發掘多啲新事物、新觀點，改變一下自己嘅思維方式。學無止境，當你保持心境開放，就會發現生活裡面原來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可以變成好笑嘅話題。 2. 學好講古仔嘅技巧，我哋講每一句說話，展開每一個話題都要有鋪排、有趣味。其實要故事講得吸引，都可以用呢條萬用嘅公式，當中要有目標，有乜阻滯，點樣解決，結果，轉折位，最後加多一個令人心動嘅延續等元素。識得講故仔，可以令你嘅說話更有層次，自然會帶出幽默。 3. 細心觀察，留意對方講嘢時嘅反應，了解佢背後嘅諗法，善用同理心。響你哋細心正面嘅互動之下，幽默就會不經意咁流露出嚟。 4. 要識問問題，問多啲貼近對方興趣嘅問題，揾多啲共同話題，你哋嘅對話自然會變得更加有趣。